師傅到報道處唔該。陳叻師傅。項目將會由中華太極社表演春秋大刀嘅，咁而喺中華太極社表演完春秋大刀之後呢，就由陳海梅師傅呢就係表演洪聖蔡李佛洪聖拳嘅，咁請陳海梅師傅預備。大刀完咗之後咧，將會由陳海梅師傅表演，李克章太極學會表演。咁麻煩陳海梅師傅同埋李克章太極學會咧，就去召集處嗰度報道。另外咧，錢水芬、簡麗霞師傅同埋陳益師傅，亦都麻煩你去召集處嗰度報道。由於陳海梅師傅未到，所以由另外一隊陽光太極之友先表演。